在票码前面快闪。我们今天要带来2首曲目，一首是卡农，一首是莫扎特的小夜曲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。然后请大家给这群小朋友拍拍手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
有热舞，我有热舞，蹦蹦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喊，现在就喊。安可有一首我们没合过的《夜来香》了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演的怎么样。
个阶段呢。